在嗰啲房價變幻莫測嘅時代，你是否會因為買房而好困惑？尋日有一個業主揾到我，為咗儂讀書而買套房，但係而家房價降得買少，但又怕自己買蝕底喎，唔知道應該點樣抉擇，所以就問到我。在當前嘅行情下，呢個算係一個好共性嘅問題。如果你亦計劃呢段時間出嚟睇房嘅朋友，如果你亦有同樣嘅困惑同埋顧慮，咁今日我淺談下我個人啲睇法。畢竟我在房產行業摸爬滾打咗15年，亦經歷過類似咁樣嘅週期。選房對於我嚟講，無論咩時候都要堅守3個要點。第一點，買個相對保值嘅；第二，未來具備有流通屬性嘅；第三，周邊配套好，交通方便，有好嘅學校。呢個就係話，除咗樓盤本身，仲要睇房附帶嘅資源價值強唔強。或者有人講啦，你嗰啲咪廢話咯，都咁樣嘅行情啦，邊度來嘅保值流通呢？咁你聽完我講，你再落結論。首先，相對嚟講，保值嘅房應該係點樣呢？保值嘅因素之一係要有人嚟買，咁下一個買房嘅人憑乜嘢買你嘅單呢？一旦冇人買嘅房，其實就係鋼筋水泥。第二就係買房嘅人群架構。如果你考慮嘅板塊本身就係剛需中嘅剛需，大概率下一個買房嘅人亦係貪圖平㗎。你睇下我上一個視頻做出嘅數據統計，成個信義剛需買房嘅主要購買嘅基本上都係圍繞住新區，其次呢就係城南。咁講明嗰啲板塊係自帶光環流量嘅，係受市場嘅認可嘅，先至會有人嚟選擇。第三，你睇成交嘅房都係一啲安置房嘅話，剛需中嘅剛需，嗰啲房點可能保值呢？因為成交嘅人群架構係越平越好，所以保值係值得思考去做功課嘅。點樣體現啲流通性呢？我講嘅流通唔係簡單嘅成交，而係相對保值嘅基礎上嘅流通。呢一點又唔係講一概而論，而係咗在你嘅預算範圍之內嘅需求去做出選擇嘅流通。打個比方，有啲樓盤一套房總價已經超100萬起嘅啦，超你嘅預算，嗰啲係冇辦法選擇嘅。所以預算範圍內之下嘅需求嗰種考慮，類似呢啲咁嘅樓盤，在自己嘅板塊上，或者講其他區域係唔係居住嘅更有品質。第二，產品嘅戶型具唔具有競爭嘅優勢，亦即係話被代替嘅優勢具唔具備。就好比在同樣嘅差唔多嘅預算當中，你嘅戶型有冇人好，物業點樣，品質邊一個會更加好啲？第三，成交嘅房源嘅水平區間浮動大碼大，比如講一個小區成交嘅總價近半年嘅數據落差係好大嘅，咁我建議你真係等一等。如果講在一定區間內，大概率係冇會選錯嘅，所以講你怕買咗又蝕底，各種思路其實對於你嚟講係有所幫助嘅。咁嗰個房附帶嘅資源多唔多係點樣理解呢？咁你諗下，你買套房買個菜都要開車去，或者講平時工作好忙噶啦，小朋友要上學，距離學校遠唔遠？係咪要考慮接送嘅時間？如果講你屋企有老人家係一齊住嘅，遇到一個頭暈身㷫，醫院更近啲，係咪風險會降低得更多呢？當然呢啲唔係講全部都要考慮，但係都要考慮你當下更需要嘅啲需求而去選擇性考慮。當然，咁呢係我個人一啲經驗同埋睇法，最終都係希望在你自己嘅預算範圍之內去選擇相對應合適你嘅房，而唔係一味去考慮價格越平越好，或者講越平嘅唔一定係真係可以執漏嘅。如果你要考慮在信義買房，但係依然唔知道應該點樣揀，咁你可以關注我。如果真係有需要，咁你可以嚟深度連接我啦。我係麗麗，一個15年嘅房產人，有能力幫你解決你嘅購房難題。我哋下期再見。